大家記住一齊訂閱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、inspire 香港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雖然前兩條片都同大家講過珠海嘅斬人事件，但今日我想用另一個角度講珠海新開幕嘅大型商場合光匯，入面仲有盒馬鮮生，再加埋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最近講到，即日來回太攰，寧願留港消費，同澳門商場越嚟越冷清嘅現象，呢啲都係值得大家深思嘅社會議題。尋日我就實地去咗珠海考察，拱北口岸行路5至6分鐘就到合光匯。呢個商場設計新穎，入面有盒馬鮮生，仲有唔少零售同餐飲品牌。我觀察到珠海本地人比例較高，有啲澳門人過去，但比例唔高，消費金額唔算高，普遍幾十蚊至百幾蚊。攤販要 hard sell， 要叫人買嘢，旺丁未必旺財。所以雖然新商場開幕，場面熱鬧，但實際消費力未必理想。近年港澳居民北上消費成風，以前主要去深圳，因為近同方便，但深圳有強行收小費嘅情況，令唔少人反感。珠海相對自由，按摩、餐飲唔需要硬性收費，價錢亦平啲，所以吸引咗唔少人轉去珠海。不過問題係交通時間長，港車北上要排隊2-3個鐘，真係俾錢買難受。即日來回太攰。曾俊華就講到，75歲嘅佢去廣州即日來回都覺得透支體力，寧願留港消費。呢點我好認同。反觀澳門，有啲商場越嚟越冷清，甚至變成死場。原因有幾個：一、品牌結構問題，好多內地品牌進駐，價錢同內地差唔多，甚至內地仲平一半，市民自然寧願過珠海消費。二、旅客定位唔清晰，商場吸引唔到內地旅客，亦冇太大吸引力俾本地人。三、週末人流外流，本地市民週末北上消費，商場自然冷清。所以澳門商場要重新定位，否則只會越嚟越冇人。我自己北上消費頻率唔高，大概2個月一次，主要係按摩、食嘢、行下，因為我覺得要理性消費，唔好過分。幾個重點：北上消費要審慎，食品安全、黑科技產品未必可靠，一次半次試下無妨，但長期依賴就要小心。香港同澳門都有選擇，香港好多地方未去過，港島、中上環、薄扶林都有特色。澳門雖然細，但本地消費依然重要。外勞經濟流向珠海，大量外勞澳門工作，珠海生活，帶動咗珠海租務同消費，令澳門經濟流失。商場要改革，澳門商場要引入真正有吸引力嘅品牌同定位，否則只會越嚟越冷清。珠海合光匯開幕，盒馬鮮生吸引唔少人去睇，但消費力未必如想象咁高。曾俊華講，留港消費係一個提醒，即日來回北上真係攰。香港同澳門本地消費都值得支持。澳門商場冷清唔係單純因為北上消費，而係結構性問題，要改善就要重新定位，吸引本地人同旅客。我係文哥，下次再同大家分析港澳最新嘅社會議題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今集嘅題目同兩性關係有關，亦都涉及社會責任同安全問題。作為一個 wedding planner 同 speed dating 主持人，我對兩性互動都有一定了解，所以今次想用呢單新聞作切入點，探討背後嘅社會現象。其實我一直都有計劃做一啲同兩性相關嘅節目，可能會邀請朋友上鏡，分享佢哋嘅經歷同觀點，令節目更加多元化。因為我覺得兩性關係唔單止係感情問題，仲係社會問題，涉及安全、責任，甚至公共健康。希望大家支持訂閱，俾我哋多啲動力去製作更多唔同類型嘅節目。根據尋日東張西望節目，一名21歲嘅籃球教練隱瞞自己患有性病，透過交友平台同時結識多名女性，並且喺冇安全措施嘅情況下發生親密關係，導致至少3名港女感染性病，甚至出現生殖器官病變。受害人冒住被認出嘅風險，集體現身控訴。
揭露咗一個荒謬嘅倒模式騙局。同一套甜言蜜語，同一間酒店，同一束花，甚至同一幅親手畫嘅畫作。有受害人表示，最嬲嘅唔係佢一腳踏多船，而係佢明知自己有病，仲繼續同人發生關係。呢啲行為已經唔係道德問題，而係蓄意傷害。首先，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宗渣男播毒事件，仲反映咗幾個深層次問題。一、兩性關係嘅隨便化。現代社會婚前性行為已經普遍，但缺乏安全措施同責任感，會令風險大幅增加。呢啲唔係單純嘅個人選擇，而係涉及公共健康。而欺騙同多重關係，呢位男士一腳踏多船，用複製貼上嘅方式哄騙多名女性。好多女方本身係想向真誠嘅伴侶，但因為交往時間短，未了解清楚就陷入咗危險。三、報復社會心態，我質疑佢係貪一時之快，定係蓄意報復社會？可能從之前嘅伴侶身上感染到性病，明知自己有病仲唔戴套，呢個已經唔係道德問題，而係蓄意傷害。四、交友平台風險，網上識人未必可靠，缺乏真實了解，容易出現欺騙。相比之下，實體活動例如 speed dating，至少可以面對面交流，減少風險。作為基督徒，我相信婚姻係性行為嘅前提。不過現實係社會上婚前性行為已經普遍，唔可能強行要求大家接受某一套價值觀。但無論如何，安全措施係必須嘅。冇準備生小朋友就唔好隨便發生親密行為，否則可能要面對墮胎、疾病，甚至影響下一代。我自己都有約會過香港女仔嘅經驗，見到好多香港女仔都比較保守，有時連親吻都拒絕。呢啲係佢哋嘅選擇，亦係佢哋嘅自由。但同時，亦有唔少人比較隨便，交往時間唔長就發生親密關係。呢啲都係現代社會嘅多元現象。所以，我覺得兩性節目嘅意義就係要探討呢啲現象，提醒大家保持警惕，唔好因為一時衝動而害咗自己同其他人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男士要有責任感，唔可以因為一時衝動而害人；女士要保持警惕，唔好因為甜言蜜語就輕易相信。社會要加強教育，提升公眾對性病同安全措施嘅認識。法律要檢討，蓄意隱瞞病情並傳染他人，應該有更嚴厲嘅刑責。總結：21歲嘅賤男到底係貪一時之快，定係報復社會？呢個留俾大家判斷，但我想強調，無論男女交友同親密關係都要保持警惕，用心識人，用心交朋友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我係文哥，下集再同大家探討其他社會議題。拜拜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今日係6月4號，一個特別嘅日子，距離北京某場歷史事件已經37年。無論係海外定係香港，以往都有人用唔同方式去表達心情，例如燭光、默站、行為藝術，甚至只係靜靜企喺街頭，都係一種情感嘅流露。近年香港嘅情況大家都睇到，言論空間越嚟越收窄。以前好多年都有規範嘅大型紀念活動，但近幾年就完全被禁止，甚至有人只係攞住手機影燭光相，都會受到壓力。咁而家嘅紅線喺邊度？人性又喺邊度？6月3號，有藝術家喺銅鑼灣百貨門口手持一個金色問號，形狀同一個銀色圓形氫氣球，默站2分鐘，話係求婚。唔夠10分鐘，就有幾名便衣警員上前截查，最後護送離開。另一位行為藝術家本身想綁一條6米幾長嘅紅繩喺路牌柱上，寓意紀念，結果綁到一半就被截查身份證，再被護送走，佢無奈笑住講：乜都做唔到咯。有社會人士亦喺維園外被便衣警截查，之後一路被尾隨，仲被警員講你入唔到維園。佢批評當局神經質，冇得救。筆者覺得呢啲情況真係好荒謬。行為藝術家冇展示過激標語，冇煽動，只係攞住氣球默站，點解都要被截查？咁紅線到底喺邊度？紀念本身係人性嘅表達，
有人可能覺得係某種政治勝利，有人可能認為係粉碎外部勢力，但亦有人純粹為犧牲者默哀。無論立場點樣，紀念都係人類共同嘅情感。政府成日強調要愛國同認識國家歷史，但自己嘅歷史卻唔俾人提。其實歷史無論好與唔好，都係教訓。隱瞞只會激起人民嘅求知慾，反而令社會更加不安。人性係咩？就係對生命嘅尊重。紅線係咩？就係權力設下嘅界限。當人性同紅線衝突，社會就會出現荒謬場面。一個普通人默站2分鐘，攞住氣球，竟然要被幾名警員包圍。呢種場景唔係安全問題，而係政治敏感問題。真正嘅安全係來自人民嘅信任，而唔係靠壓制。壓制只會令社會更加緊張，令人覺得乜都唔可以做。37年過去，無論你認為係政治運動、社會動盪定係民主抗爭，都已經成為歷史。歷史唔可以抹去，犧牲者都值得被記住。筆者相信紀念唔係煽動，而係人性。當社會連最基本嘅人性表達都要禁止，就代表紅線已經劃到連呼吸都受限制。而家香港已經冇咗大型紀念活動，連行為藝術都被禁止。紅線越劃越多，人性越嚟越少。歷史係唔可以抹去嘅，無論立場如何，犧牲者都值得被記住。紀念唔係煽動，而係人性。我係文哥，下集再同大家探討其他社會議題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尋日我喺微信群組見到好多片段，警方突擊巡查澳門幾間桑拿場所，帶走大批人調查。好多網友留言話，咁多年都係公開秘密，今次會唔會只係一場大龍鳳？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深入探討。根據今日澳門司警公布，今次行動拘捕咗26人，包括本澳、內地同香港男女，仲涉及5名現役或退休執法人員。司警話呢個犯罪集團自2019年開始運作，3個桑拿場所至今不法獲利高達7.9億元。警方搜查咗3個桑拿場所、5個辦公室、23個地點，檢獲5000萬元財物同大量作案工具。涉案桑拿以水療、按摩作掩飾，實際安排女子提供性服務，每次收費2000至8000蚊，女子每次可分得1000至2000蚊。更震撼嘅係，3名現役保安部隊人員同2名退休司警人員涉嫌收受賄款，提供巡查線報，金額超過300萬元。警方共帶走381人調查，包括黑工、逾期居留人士同賣淫女子。其實澳門桑拿涉賣淫已經係10幾20年嘅公開秘密，好多旅行社甚至有桑拿套票。大家都知入面唔止按摩，有啲技師係持合法藍卡，以按摩員身份入境，但實際提供擦邊話性服務。有啲人係持旅遊證件，以快閃方式過嚟開工，屬於黑工。內地桑拿服務選擇多，價錢平，甚至有世界盃制服誘惑等玩法。澳門桑拿嘅優勢係有外國佳麗，東南亞、歐美都有，質素相對較高，價錢亦貴。對國內外客人嚟講，澳門環境相對安全，好多桑拿背後有勢力人士管理。警方巡查往往通風報信，非法人員可以提前撤離，真正捉到嘅只係小貓3、4隻。市民自然質疑係真掃黃打黑，定係做場面俾人睇。本地人極少會做性服務，主要係外勞或黑工，但周邊嘅櫃台、文員、會計等工作依然充斥大量外勞。持藍卡提供性服務本身已經唔合法。桑拿業長期存在，雖然主要做遊客生意，但對社會形象有影響。自從衛星場倒閉之後，桑拿業已經受到好大衝擊。今次大規模打擊，如果持續落去，行業可能難以為繼，只能轉型做純按摩。但咁樣，客人可能寧願北上珠海、深圳，價錢更平，選擇更多。今次警方行動涉及執法人員收賄，呢個先係最令人震驚。市民會問，係真心要整頓行業，定係要清算某啲人？係真掃黃打黑，
定係做場大龍鳳安撫民心？如果只係表面功夫，問題唔會解決，反而會令市民更加失望。澳門桑拿涉賣淫黑工係多年來嘅公開秘密。今次警方大規模行動，拘捕26人，帶走381人調查，金額涉及7.9億元，係真掃黃打黑，定係一場大龍鳳？我覺得無論如何，打擊黑工係正確嘅，但如果要真正改善社會風氣，就要徹底整頓，唔好只係做場面，否則呢個行業只會繼續喺法律邊緣生存，市民對社會嘅信任只會越來越低。我係文哥。下集再同大家探討最新嘅社會議題。65歲五金銷售員巴士涉摸空中3女生被捕，當受害者沉默時，更需見義勇為的人。香港新觀點第39集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今朝我喺 Threads 睇到呢條片，就係一宗喺香港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嘅非禮案件。事件涉及一名65歲男乘客。佢喺九巴上層座位，竟然伸手去摸前座女學生胸口，仲被人拍低片段放上網，引起全城嘅震驚同憤怒。新聞背景：根據警方同媒體報道，受害人係一名中三女學生，當時放學搭巴士返屋企。片段顯示，涉事男子坐喺後座，突然將手伸向前座，觸碰女學生胸口。女學生當時驚慌失措，冇即時報警。片段流出後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。警方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拘捕涉事男子，姓胡，報稱係五金銷售員。警方拒絕保釋，直接落案起訴非禮罪。警方仲展示咗涉案衣物、八達通卡等證物，證明案件有充分調查基礎。九巴亦表示非常關注事件，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。我的觀點。1. 公共交通安全。香港人每日依賴巴士、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，如果連最基本嘅安全都保障唔到，市民點安心？尤其係學生、女性，成日都係性騷擾嘅高危群體。2. 社會風氣。65歲嘅成年人竟然喺公共場所做出咁嘅行為，真係令人難以接受。呢唔單止係道德淪喪，仲係蓄意傷害。網民話得好，明知有問題仲伸手，呢個唔係道德問題，係犯罪。3. 法律同刑責。警方拒絕保釋，直接起訴，呢個做法係正確嘅，因為呢啲案件唔可以姑息，否則只會令更多人覺得試下冇事。法律必須嚴正，先可以保障受害人同阻止同類事件。4. 受害者沉默。好多時候，受害人因為驚慌、缺乏社會經驗，唔敢即時報警。呢個時候，旁觀者嘅角色就好重要。見義勇為唔單止係阻止加害人，仲係俾受害人一個支持同勇氣。社會反思。教育層面，學校應該加強學生嘅自我保護教育。遇到非禮，要即時大聲呼喊，人狀幫手。市民責任，乘客見到不當行為，應該即時阻止。唔好冷眼旁觀。法律制度，政府要檢討現行法律，對公共交通非禮案件加重刑罰，起到震懾作用。個人反思，作為男士，我都要提醒自己，無論搭巴士定係地鐵，有時車廂僻，我都會雙手揸住扶手，避免令人誤會。因為尊重他人係最基本嘅社會規範。當受害者沉默嘅時候，更加需要有人出聲。香港人一向有心有力，今次有市民拍低片段放上網，令案件曝光，值得肯定。結語：九巴非禮案震驚全城，受害人只係一名中三女學生，佢嘅遭遇令人心痛。65歲男乘客嘅行為唔單止係道德敗壞，更係犯罪。警方拒絕保釋，直接起訴係正確嘅做法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公共交通安全唔可以掉以輕心。社會風氣需要正視，法律必須嚴正執行。希望透過今次案件，市民可以更加警惕，政府可以加強保障，令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安全嘅城市。我係文哥，下集再同大家探討港澳最新嘅社會議題。